镜头转来，咱讲来关心花莲地站发生一个查甫人是雄撞入去建国路的平交道，是倒伫铁基路顶悬尾啊去互自强号弄着搞死，造成火车停驶万分。自强号火车顶悬的乘客讲因愿意等，所以并无搬车。即马死者的身份爱个调查。为监视现场相应看到炸弹已经放落来，这查甫人雄弄入去铁基路倒落去，结果互通过火车弄到不幸死亡。就是这边，火车刚好过去，然后他就撞到了。这事故发生在17暗时9点外，苏九处自强号经过吉安乡建国路平交道的时阵，这查甫人弄入去铁基路被动身亡。铁路警察甲救护人员到场处理，列车停驶造成花莲到吉安之间2点外钟。因为当下车长有去问他们可能不了解这种死伤事故要停留很久。迄时阵车顶40个乘客经过列车长问议员，表示愿意伫车顶等待火车过驶。这事故影响2班次万分。另外，这查甫人机车也伫建国路平交道当边被吹到。详细事故原因甲查甫人身份爱去调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